大家好，而家講下中醫痰濕質。痰濕質就係脾運化水濕功能差、痰濕內停嘅體質，常見喺身體肥胖、油膩感重嘅人。痰濕質嘅主要症狀包括形體肥胖、腹部鬆軟、身體困重、容易疲倦、胸悶、痰多、口黏、臉部油光、汗出黏膩、舌苔口膩、大便黏滯。日常注意同調養，香港健康管理中心推出的去濕火粒就直接針對氣痰濕人士，半夏燥濕利痰為君，荷葉、澤瀉行水消痰為助，山楂消脂為神。運動方面，適量做有氧運動，例如快步行、游泳、八段錦，幫助排濕減重，避免久坐。少去潮濕環境，保持居所通風。痰濕質容易三高同肥胖，堅持清淡飲食同運動可以改善。記住諮詢中醫，早啲化濕，讓身體輕鬆啲。多謝收看。